韓系個人色彩化妝師同你一齊試下 Somi 嘅胭脂立體修容法，要揾一深一淺嘅胭脂色，咁成個妝都係 warm tone啦，咁所以胭脂都係嘅。因為我冇 Somi 嘅同款產品啦，咁所以我係用呢3款去溝個顏色出嚟嘅。首先我哋搽個淺色，喺眼珠中間去到眼尾對落呢一個位置咧，就係用淺色。我哋就學佢用手上，記得胭脂嘅位置係唔可以超過鼻翼下面嘅。呢個橙色好靚，然後喺鼻梁上面咧都要加啲，咁樣可以將鼻梁嘅長度喺視覺上面再縮短啲嘅，側面咧都可以輕輕引一引，等啲顏色統一啲，銜接都自然啲。Somi 佢喺下巴呢個位置都有加到胭脂嘅，如果你個下巴偏長嘅話，就可以好似 Somi 咁樣用深色嘅胭脂擺喺下巴嘅位置。但係我本身嘅下巴已經唔夠長啦，又可以用翻淺嘅呢一隻。好有風味感。下一步就係深色嘅胭脂，放喺眼尾打後呢一個位置，因為佢係深色，所以有收縮嘅效果。呢個色做胭脂都靚，呢個係 Sephora 嘅綠色唇膏。而且有個 point Somi 話好緊要嘅就係眼對落，好容易流眼淚嘅呢一個位置咧，都要加收縮式嘅胭脂。見唔見到塊面嘅分別？呢邊係真係成個收縮咗，撳咗入去，可以將佢加埋喺鼻底，將你個鼻咧再縮短啲。呢度通常都會做提亮，令到你塊面呢一個位咧更加立體向前，而呢啲位咧再收縮，咁塊面咧就係最立體嘅輪廓收容。快啲 follow 有更多韓國美妝扮靚嘅資訊分享。